大家好，我係梁喜蘭，我今日會sell Prism Stone 啦。咦，又整掉，真係呢個位置係咪好唔啱啊？咁就 sell Prism Stone 咧，因為依家已經出咗第4代啦，所以你見到我其實居然擺埋呢度啦。咁依家咧我有100張卡噶啦，其實已經。咁就太好啦，咁都就要 sell stone 啦，因為啲 stone 我都開始覺得好似冇乜點樣可以買咯，所以我依度都要買翻啲 stone sell 啦，一係送一係 sell，咁我依家就嚟 sell 啦。咁樣首先咧我就定價錢咧我就會嘅。呢粒 Prism Stone 咧，其實咧我需要咧 sell 咧，其實好平嘅啫，因為 N 啦，始終都係 N 咧，我就會 sell 啲N 咧就 sell 啲就 sell 5蚊啦 ，N 就呢啲 N 咯，5蚊啦，呢啲就5蚊啦，跟住依個亦係5蚊啦。嗰啲5蚊啦，個係咁5蚊啦，兩粒個係咁樣。巴爾呢個就會特別少少啦，就6蚊啦，呢粒就巴爾。咁呢粒咧就呢粒咧就因為佢有少少似 Simonia 啦嗰個啦，咁我就嗰日 sell 翻6蚊啦，呢粒 sell 5蚊啦。咁我不如講晒5蚊嗰啲先啦，個係就分一分類。5蚊呢粒就，其實呢粒平好多，3蚊啫，呢粒係特別少少呢粒，5蚊，咁因為後邊係咁樣啦，本來 sell 7蚊嘅，咁依家減啦，因為後邊係咁樣啦，我同人哋換嘅呢粒個係5蚊。亦係5蚊嘅，跟住到啲6蚊啦。6蚊就係一啲普通嚟嘅，6蚊都有一啲係。呢粒就6蚊啦，6蚊啦。跟住到啲1套嘅，咁我就 sell 啲1套啦，有啲就呢度1套嘅，其實呢度，咁我就1套都可以 sell，咁你可以分開嘅，咁呢度1套嘅，其實你分開得㗎，咁如果冇衫嗰啲咧。如果人哋又想要衫，我又多1件衫嘅，所以可以1套啦，又係咁樣就散碼啦。呢度就全部散碼，呢粒都係散嘅啦，散嘅。咁如果1套買咧就平少少啦，每粒咧就5蚊啦，唔係每粒咧就大概7蚊啦。咁7月7、7、24、7、3、21。本來21蚊嘅，咁樣就平7蚊啦、20蚊啦，咁樣就如果1套買就，如果分開買都係7蚊嘅啫，冇噶啦。如果1套嗰啲我就通常都會平啲嘅，呢頂冇7蚊嘅都係，對鞋7蚊。呢個爛咗少少啦，但係用到嘅，我都用過嘅，用到嘅，完全係用到㗎嚇，你放心啊，用到㗎，我試過用㗎。
咁樣就 sell 翻平啲啦，5蚊啦，稀有嚟嘅。好啊，好啊，等陣擺嗰度。跟住就呢度散賣啦，嗰係散賣嘅我高日。咁樣咧就散賣啦，第一定要先到先得啊！如果買呢啲就咁散賣噶啦，呢啲都係。咁樣大概一粒就6蚊啦，即係唔知乜嘢 stone 啦，唔記得咗。PS 嚟嘅，呢啲個係我記得係 PS 嚟嘅，所以就平啲啦。咁樣就鐵塔 stone 啦，咁就講咗係6蚊啦會啦。如果2粒咧都平少少啦。咁12蚊你俾10蚊我，唔實我減你2蚊咯。跟住呢粒，因為品牌 stone 咧我會 sell 翻貴少少。品牌 stone 我就起碼要大概25蚊咯，品牌就25蚊咯。如果咁樣就就一大堆 stone 啦。咁樣如果當問下有冇啲卡想 sell 出嚟先。食嘢喺呢度就小心啲，當時冇差不多。sell 一啲翻嚟啊！順便翻嚟啊！我順便 sell 一啲卡啦，個 sell 啲朋友卡啦，跟住個 sell 啲或者加分卡啦，等我一陣啦，要忙揾。